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贝，又到福气来时间咯。今日啊，节目又来开同学会咯，用办公呢。今日来宾今日开传堂，今日主打就系讲今日的食材都今日咧做嘅方，10秒钟哦，按贴係錯嘛。今日之前來個節目之後呢，經過5年，經過疫情之後，今日推出咗新嘅菜色、新嘅品牌，地方有樣板嘅故事呢，我哋家家來邀請講嘅調解用田麗同我哋分享吧，歡迎田麗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來自美濃的王田麗。Hello， 田麗，哇，真久冇看到人呢，就都講5年了哦，按腳哩。係啊，嗰久啊，一邊有想講吼，5年呢吼，來到也看到嗰本吼，有種回娘家的感覺。我冇安尼。怎麼分享呢？就是有種怎麼親切的感覺，嗰分享係。都好好啊！看到田麗我都真歡喜，用辦公，因為代表我都有好事咧。唔過看到人根本你帶來按好事咧菜色之前，先來談一下你的故事吧。條到講啊，之前訪問過唔等之後，馬上都經歷過一個疫情咧吼。嗰時節疫情嘅時節，我記得講，做唔得睇地方示範，都好唔能開一啲傳堂，嗰對唔能來講，影響應該幾大吧？其實我哋蠻有合作嘅，因為想講因為突然發生這種疫情嘅事件吼，唔過我哋吼都保有正能量，希望啊，就是雖然是拄到疫情咧，本身講用嘅喏個煩惱啊，想嘅用日子好講做唔得，我哋做唔得安尼想，想講吼。遇到的事情就是新的事情的一個變化啦哈，然後就遇到事情啊，就聽員工講你唔是驚，做調解，就講我安心做，然後先安頓他們的心情，安頓心情之後就要想說要怎麼做。那後加在我呢，其實我哋的傳統就抵餘溫啦，那時候哈都得抵戶外，那時候我們戶外用餐區，其實很多像市區的朋友們哈來到美濃，就在餘溫前面啊，馬公很浪漫啊，也是可以做戶外，然後只要距離保持，一樣可以戶外用餐。然後我們就保有這樣的正能量，然後繼續的去經營它，這樣。對。也好在講唔同嘅唔同嘅呀，其實日子嚟啦過後，你睇唔同嘅順後，其實偏唔到乜嘅唔上面啦嘅條面好，好冇？嗰種嘅睇攞杯食飯行日做的，唔過到後些年嘅時間，甚至講大家可能講。真是無法度坐下來食飯嘅時節，唔能嗰時節傳統有做乜嘅變化來解決一個問題冇？我哋就想嗰度逢安啦，吼，那我們的餘溫就號稱是大武山下最美的餘溫嘛，然後就想講吼，就是現在戶外用餐不行的話，我們就是有走向外帶的餐盒啊、餐食啊，還有一些研發，就想盡腦汁做一些研發一個真空包裝的料理安尼。真是大忙三忙咧。唔過真實來講，其實數年也有減少啊。聽講啊，幾多創業嘅傳統，一經過一個疫情，可能都受控咧，冇想到唔能。等到冇受控咧，還繼續保持到健噶，甚至於講，你之前嘅員工都還冇離開呢，都唔能叫佢行到健噶，係咪？係，就說來講咧，其實我哋對員工吼，就像盧卡人嘅相同，因為人嘛有人哋盧卡家庭有小啊，有生人嘅啦，有即個總唔得講啊，疫情到嘅人就貴嘅，叫貴嘅，唔是做生嘅，你就對人不負責任啦，我哋嘛也於心不忍，所以我哋就逆向思考，就像我講。利用疫情的時間吼，平常做成的按摩行，你傳統按多年來，像硬體建設啊，廚房的設計啊，還是說要整修啊，那個時候都沒辦法做哦，然後就逆向思考，那就乾脆停下來，反正他改做停下來嘛哈，停下來做一些真空包裝的一個運送之外，那內部的員工就都得做一個廚房，那些廚房哦，就是利用在疫情的時間。奇美地區算是數一數二這麼整理廚房，用最合法的、最舒適的、最乾淨的去整理它，利用疫情的時間來規劃硬體的設備。嗰時真係係看到人咧了解樣片有冇人咧，個做下呀，親像人家講嘅中央廚房嘅個規格咁樣咧，做得清淨又清腔。人咧員工啊，除了做一條嘅協調之外，聽講唔能調價限同員工向下去上課，做上係乜嘅課程啊？我哋就蠻有規劃哦，就像生理的夏令營相同哦。好，除了說哈，我們有廚藝的精進啊。
还有在疫情期间，大家都很低落嘛，心情不好嘛，那我们就要逆向思考，要正能量啊，又抢夺一些心灵的老师来上一些心理的课程、正能量的课程，还有食品卫生安全的课程，还有厨房的一些基本的像符合卫生讲习的一些课程，我们都有去帮员工做进修。趁疫情这段时间哈，我们就充实自己。跟员工说，不是讲啊，调咖跟你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硬体设备的话去进行，那我们员工的部分我们就来增进，然后充实自己，把这几年的在这1-2年的疫情当中充实好自己之后，疫情过后嘞，俺就爽一哦。因为刚才就一把调咖思维嘛相同，一把调咖就会讲啊，疫情都会啦，恩用人家数点啦，还冇就讲先回家啦，先离职啊，先关店啊，这么多连锁店家都按呢。那就逆向思考。真是感觉风雷人，人咧点的无像一般的传人，等到像人讲的太的企业经营有那个思维在，然后先从大家穷下充实内在之后，咱可以继续来行下去。疫情结束之后，你们真的很爽喜的呢，很去参加比赛，你们去参加哪个比赛啊？就俺们就是俺同学讲，就是疫情期间俺们又增进厨艺嘛哈，俺们就同客委会报名的那个全国的客家草牛的比赛争霸战，嘿，俺们嘛本来想说唔怕，俺就吃亏啊，俺们嘛懵懵的哦，一比赛哦嘛嘛唔滴，懵懵一比赛。到了现场才发现，那个规格不一样哦，是正式的比赛哦。嘿，对，俺们嘛够紧张，明明哦，俺们差不多上班都9点半下班，9点半就开始练习了哦。到半夜3-4点，明明就按你进练习，进操牛，客家操牛进操安尼。嘿，伊记得讲，你们本上亲像某一个赛事嘛吼，以前某一个赛事，侬看到一个比赛，你们会想讲去参加去思考那些咯。因为就讲啊，来到闽南嘛，一定会是在嘛道地的客家菜嘛。对，那客家草牛呢，在闽南地位哈，一个文化地位是这么重要的角色哦。那我们就想说啊，客家草牛的比赛对我来讲，俺来传承，同俺我们想要传达的客家文化，就是这么有息息相关，所以俺就鼓起勇气哦，我的去参加的哦。真是。嘿，田弟，你去比赛时阵去现场操吗？迄唔去炒，也係講有其他嘅天數嘅。就我哋上一年就弟弟係廚師嘛，同佢欣賞嘛廚師嘛，同我哋上一年就我一比賽哦，嘿對，就到現場才得獎哦。沒有按多年，全部都福華飯店呢，全部泰飯店嘅大主廚哦，嘿，就我哋就我一比賽嘅哦。還有踢敗啦，冇一個經驗哦。結果呢？結果我哋就其實我哋就是用最用心的料理，我们是赢在就是真的是用闽南的文化去创造这道的料理，对啊，没有抢高当地的耆老啊、老人家啊，一些由来啊，有拜访过很多人，真的把闽南的文化融入在客家草牛地杯，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么奖的成绩。嘿哦，你们闽南的文化用嘛去融入一个你们比赛的料理地杯，有加系乜嘅特色吗？因为像俺就假如彩色板条啊，嘿，闽南来到闽南天咧上到就办的嘛，那办呢一般般，冇嘛俺就用彩色板条啊，彩色板条。也色成吼，这么讲，五颜六色啊，特别的评审的看到唔会差哦，把板条用来按酱，加入我们的那个道地的客家草牛，那个画面起来，然后又结合那个纸伞啊，然后美浓的文化啊，融入在这道菜里面，就变成一个真的是很属于在地美浓特色的客家草牛。哇，上风了，伊个画面应该可以讲，不过你们办的应该不用一些些的吧？吼。系啊，一定呢。不用贴道路，没客家草牛，变到客家的草板的。对。真是。你们比赛之后，拄到好疫情之后嘛，那你们疫情之后，大家调价同员工共下，你们用办去行出一条新的路，因为谈讲你们比赛之后吼，如果讲推出新的趋势之外，还创立新的品牌，因为有一个想法呢。就游客啦，来到闽南啊，就唔係像是辦的啦、蒸煮腳啦，希望來到闽南有個煥然一新的感覺。來到闽南啊，嘛做的是真蠻鬧的客家菜，嘿，非常就是一個時尚美學的一個概念。對，有一個來到闽南有個這麼講的地方，做的時尚的露營風打卡，就是無感體驗。
好有一个很漂亮的店面，穿着美美的，吃的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吃着很精致的道地客家菜，有一点颠覆来到美浓不是只有到就是吃一般的料理，就是有个五感体验时尚的客家菜这样子。就是人讲客家料理唔单讲迄讲像做下嘅，譬如讲大家可能做炒下台可能吃得太凉很经典，也还讲青老年的感觉，其实也可以炒下台哦。底部係吃得挺优雅嘅港书嘛吼，嗰時講疫情前的偏巴同到更加偏巴有哪條嘅目標用，能做哪條嘅改變呐？哦，俺哋就分做就是俺哋有分，等于是一个新的品牌里长好客锅。那里长好客锅呢，就是属于像一类你嘛做的生啦，有的民众不一定要是做菜啊，像俺从国本6万年一民众料，6万年呢，中的不可能吃桌菜嘛，一做一吹嘛，生很弄黑嘞，浪费食物。俺哋嘛做的吃一个像这种小小的套餐，个人式的套餐，那。这个套餐里面又可以结合，又可以感受到俺的客家文化，对，都闽农的感觉，就是客家的一个闽农的食材，都结合在这个套餐里面，这个好客锅里面，所以就有一个不同的客家吹一个感受。也给做新的特色同新的品牌内容。啊，但係剛剛頭到田里有講啊，唔能甚至講仲有嘅內部環境嘅部分啊，又做嘅改好嘅改變，又變得更強嘅，可以再詳細同大家紹介一下，頭擺唔能嘅內部同更加內部有哪嘢都改變好冇？因為之前就5年前吼，俺就本啥也家店啦吼，本啥就想說凊彩就賣一個烤魚啦，簡單的布置就好誒。啊，冇想到今周俺就一直增建，慢慢的增建，就慢慢的去改进。那剛好又遇到疫情，來一個大翻修這樣子，然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改變。那目前前場就是走那個個人套餐式的，那後場的里長台灣雕一樣有，那就是桌菜型的，他趕你過來掃墓啦，還是公年啦，吃桌菜父親節啦，也有桌菜可以選擇，選擇性就比較多一點點。觀眾朋友，聽你今日大忙三忙呢，啊唔過一條好食的料理係樣板做出來的呢，裡邊還有樣板的故事，莫走開喲，馬上過來再同我們分享哦。上一段講嘅田里今日係樣板韓國一個疫情推出一個新的特色，啊更加呢哇貴個空間啊，都係今日新的料理嘅味道哦，一定係強，馬上來邀請吼田里同我哋紹介一下今日新的料理吧。田里更加安詳啊，我哋同我紹介一下，根本你能帶過來係樣板嘅好料好冇？像頭前一個火鍋啊，都係起碼嘅，看嚟真好食呢。也好，就我們的正店招牌哦，來新的品牌都里長好客鍋，對它也好客鍋吼，1香2甘3鮮甜，做乜嚟講呢？因為吼，我哋呢這個里長好客鍋吼，就是要加入我哋客家炒肉的特色底杯，1香就是吼客家炒肉顯鍋底爆香，有嘗過石頭火鍋嗎？有啊，跟韓式以前就開始試過誒。反正就這個發想起意吼，因為韓式過去鴨企業啦，食嘢石頭火鍋，就想講我哋呢客家炒肉哦，做得控我哋鍋底去乾上。1香就是俺哋好客鍋哈，1香就是客家炒肉去鍋底乾上，乾上之後呢，2甘呢就是加入俺哋呢在地的食材哦，上面有看到係俺哋水蓮，俺哋七甲秀自產自銷的俺哋台灣雕，還有在地的小農啦種一個在地的食材的蔬果，那你注意看哦，底部食材底部吼。沒有加工食品，全部都原型食物。哦，睇下冇看到嘅火鍋料嘅度誒。嘿，因為我哋就是要強調要好客鍋哈，要除了好食之外哈，一定要這麼健康，因為亞人哈很注重食安嘛，很注重食品的那個營養的價值在，所以呢就設計一個就是非常符合現代人在飲用的飲食，然後就是用在地的食材原型食物來做這個火鍋。那這個好客鍋呢，我們還有去送檢驗哦，它的那個含鈉量非常的低。哦，對。那剛才講到的第3個那個鮮甜的部分，為什麼鮮甜呢？
就是感应安尼呢，在地食材的八种的抢炊、水果，一熬煮的汤头，它最后安尼会感应安尼七家就是现场现捞现杀的那个鲷鱼片，很新鲜鲷鱼片，最后去涮一下那个鱼肉。哇，嘿，这么新鲜，所以那甘甜，那个肉质就很棒。那个台湾鲷哈，现捞的有丢海蝶ถุ呢，黑牛哈这么新鲜，都是坚持要手切的鲷鱼片，对，所以就是一香二甘。3鲜甜。哎呀，跟鱼肉宽风啦，还可以做沙西米的哟。对。哎，婷婷，啊，除了宽风的青火色，也个火锅之外，海涛还有那道木姜样，看到个顺还有个料理，俺冇面食能可以小给一下冇？哦，这道菜叫做那个白玉萝卜萝卜板。嘿，萝卜板，迄萝卜板，嘿，迄萝卜板咯，看不出来哈。嘿呀，人家讲到迄嘛个肉去炸海哩。嘿，呀，迄萝卜板吼，这么特别哦，伊迄用闽南的147的米吼，147的米，纯米浆，100%纯米浆，加上俺的闽南的白玉萝卜丝，非常天然的去做一个萝卜板。对，也是用菜体的体式去做的。人用办法想到讲，其实人有做按多的料理，特别还去做一个萝卜板咯。因为俺刚刚吼，很多游客来闽南料啊，吃饭吃饱诶，故意莫买礼物，伴手礼带故意，俺就研发一个这边吃刚刚好吃，故意嘛做的去给剪来吃，去给整来吃，素食嘛做的吃。嘿啊，刚刚这道料理又是纯米食的，对身体这么健康。市面上看到的萝卜板吼，含精致淀粉这么高，嘿啊，感觉规一本人下吃的安心啊，又可以健康，规又简单的料理就好诶，又做得带规，又做得松软，刚刚嘛唔会差啦。系啊，唔但听照顾到讲，其实类药片原本就有推出一个鱼的肉有真空包装嘅大家可以带过去，冇想到更加还针对一个实在的人，我开始讲叫我带一个电炉去喜欢式的料理，唔但只可以提现场式，还自家可以买迄个真空包装带过去，松软也好，自家吃也好，你们真是贵用心呢。不过一个菜吼，主餐有了吼，配料一个也有诶，一个系咩点心嘛，一个糍粑诶，嘿，糍粑诶，贴配做诶吼。因为吼你吃饱后吼，人家还有个胃要留给甜点呐，所以俺一定要设计一个很完美的最后一个甜点中的时候哦。俺你这个俺看到诶那个红豆糕，强的粉哈，日本静冈的抹茶粉，加上俺呢闽南在地的闽南的粉条的做的粉条糕，闽南的粉条的吼这么特别咯，嘿，那粉条够太亮，吃起来够绵密。嘿，够好吃。那等兄啊，进一步俺会吃一些日本的果子的点心嘛，俺就嘎松美浓的红豆糕，嘎松日本的抹茶粉，很对味，也不腻，很好吃。对。告诉讲是嘿，咸的上爱是甜的时间，时间都有一个粉条糕可以选择，甚至于讲还有一个糍粑可以选。不过一个糍粑人真是推出来迄安泰的嘛，唔免模型种好嘛，有贴配安尼种会本人自家迄种香酥一个手做的感觉是咪？嘿，因为糍粑他家人民都是来多啦吼游客来吃一都甜点吼，要有一点乐趣在啊。嘿啊，你就会一发起想说，那个擂茶是这样磨嘛哈，刚才你就把我们的在地的黑芝麻，然后糖粉，然后有个倒磨的，去磨一磨，磨完之后享受这个乐趣之后，再把粉倒进去，然后搭上来就去卡做的糍粑所以蛮有闽南的147米做的哦，这么特别哦。那个生意呢一定真好，因为唔但讲可以吃，还可以搞。嘿，就是不也搞的乐趣在。讲到鸦片啊，有时把做一早都好制作单位有准备一笔茶，咱来试看下先。一笔茶看可能无嘛相同，迄唔免也迄能贴配去做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个部分这么厉害呢？因为讲笔茶底下真，无相到有一个贴配的准备好的呀。小给一下吧。嘿，这个是美浓的147米香茶。嘿，美浓147怎么有名嘛哈？有相关除了这个室内之外哈，马祖的来泡茶。这个147米香茶这么特别的地方，也是煮熟的米哈，煮熟了之后再去高级的焙炒，焙炒之后呢，再加上台湾的绿茶，你是看啊，有些把日本玄米茶的小米，冇，牙条都铁还有安尼试下去，铁咧上班上讲起码嘅冇，冇想到试下去有个摕黏一个爆米肠的感觉，冇茶，只差在讲唔免有个甜甜的米是，其实纯粹迄铁还有迄爆米肠的
味道，嘿然后在口腔里面啊，吃下来，佢就会唔讲诶，OK，绿茶嘅茶嘅甘甜味、回甘嘅感觉都出来嘅，诶，quite香呢。这么香，很解腻。啊，你也係自家去做嘛？嘿，然後你研發出來有一槍嘅工廠來加工啊。俺就屯一些老師哈，就研發養愛米農的屯米農農飛配合的，然後做一下147米香茶，再請專業的工廠幫我們做製作，這樣子，在食安的部分都非常的安全的。就像你頭先講嘅，啲老闆班也係強調，你研發出來食材啦，跟住就同農飛合作去請一個合嘅工廠來去加工，安尼嘛。但係想講，你已經按摩下呢，全部行。我自家做，能用辦法嚟咯。啊，不過也係因為安尼，你的員工數量原本咧有留下來，係唔係還有增加新的員工進來啊？係啊，因為吼啊，剛剛因為俺哋就是現在有分俺哋新的品牌出來嘛，吼啊，其實這米農吼要搶你嘛，夠困難呐，因為嗰度好商人都外流誒，可是俺哋希望吼。借用俺哋的榜樣，我們的力量，分享大家米農的肢體吼，還有上嘅全部鼓勵米農創業，希望我們帶頭做起。係啊，俺哋這家咯，全部多年之外咯，俺哋這家妹妹啦，愛先生啦，全部都鼓勵做。啊，俺妹妹之前吼，係這麼厲害嘅女消防員哦。哎呦，嘿，呀，工作就辭下來。做8年、10年的就辭下來，就很勇敢哦，都直接跳下來。嘿，哦，而且談好來，其實田裏做你的員工應該也怪幸福啊。做你的員工有冇個條件嗎？要有一個熱忱的心。真的，只要有一個熱忱的心都做得嘞。做得。哦，那應該供應去面試一下，第二個發現到我都調試一個東西。啊，你能自己同員工然後都有一個默契在，嘿，每個人自己點好要有一種講嘅精神喺底部，因為我發現到講，能同替代嘅品牌推出都更加，能自己有一個核心價值，就是說一定要用菜體嘅食材啦，也講感覺又符合講更加講嘅人講，菜體無碳嘅料理，無碳嘅有個環保嘅精神，嘿，每個人自己有一個意念吼，種植喺底部呀。因為就5年前講的嘛，來鼓勵米農我們返鄉創業，去給他條路都辭下來嘛，哈，啊鼓勵現在要可以傳堂，那一家傳堂哈，不是只有開一家餐廳，我希望它可以有更多元化的一個發展。那俺哋的初衷就是希望餐廳，就是希望它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在裡面。對，除了說餐點哦是對你哈要有熱忱的心之外哈，那我們心裡的願望就是希望可以做到 SDGs。對這個部分，希望也可以一點回饋在地的孩子啊，然後在地的一些文化在這樣子。對，就可能人的經驗就有發現到一點，因為人唔係單想做一個傳統的賣食的，甚至於講人希望照顧員工吼，用菜體嘅食材，甚至於咧有辦嘅幾度嘅參加幾度嘅活動，去希望講將一間店嘅唔單將一間店嘅，佢可以應用到規個社區米農嘅地方係咩樣咧？哦，啊，那你的員工也支持你的一個想法嗎？嘿，連大家，我覺得員工會突然聽俺的研究吼，我們有共同的理念、共同的目標，然後真的是很有那個共同的一個心吶，才可以做到今天。那這麼辛苦，這麼聽，難怪佢哋願意留下來，仲能行到更加呢。哦，哇，觀眾朋友，唔該，聽你吼同佢哋嘅員工就像一家人共用咧哦，千山萬打造一間店嘅，佢哋唔單止推出賣食的喲，佢哋還辦嘅幾度嘅活動吼，同有意義嘅事情，到底係乜嘅事情呢？休息一下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田裏今年的傳統，除了推出好食的料理之外，今年還注重同菜體的關係，甚至講辦的幾度的活動同教育個，到底今年辦的哪度的活動同教育呢？繼續來請教一下田裏吧。田裏上一段有講到啊，我們的傳統唔單止係傳統，甚至講我們有喺地方上來辦一個食教育的活動的部分嘛。不過我想講米農一般來講，大家印象底部啊都係做一個農產品啊，耕田嗰度，啊我們做乜嘅會想到來辦一個食教育？應該來講對米農唔係最主要嘅一個產業，錯冇？
错，嘿，因为其实因为现在学校都有在办那个食农教育，这么多年在办食农教育那你就讲俺七家迄专业的人士啊，俺七家在学上色两年的嘛就想讲啊，也可以来办个食鱼教育啊，俺去松科去进修，好去海洋科大去学习俺就讲啊，我们嘛希望可以让我们用我们的场域来办一个食鱼教育这样子。安尼听你，能睇一個生物教育嘅部分啊，內容方，你係用辦去規劃一個課程用辦去規劃一個活動啊。因为现在俺的课纲里面一定会有食农教育这么重要的角色，俺就会想讲啊，俺的迄食鱼的专家啊，那也很少人办食鱼教育，俺就会去进修一些食鱼教育的课程。俺哋嘛做得去甲办啊，俺就是专业人士嘛，本学生诶，本生人诶，本俺哋下一胎了解讲，台湾钓迄嘛嘅东西啊，食鱼教育迄嘛嘅东西啊，哎呦。尝试看，有啲读师好生意呢是讲鱼的上用的拍唔低哦。真是讲鱼能会带生意呢，还是靓鱼的吗？有人讲味嘅鱼的。那那个设计的课程真蛮好高就让小朋友其实年龄层嘛非常的广，有从就是有分为3个阶段那呢就是有小朋友的，国中部的，高中部也有大人的嘿，我们的课程的安排的内容某熊桶啊，嘿，生意呢危险的就做我们的种嘛，贪你呢狗也。家钓鱼也蛮不晓得，所以我们会依照他的年龄层一设计一类食鱼教育的内容课程。那课程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先有点回馈乡亲，那连附近的国中小学去做一个宣导，然后有点半相送乡亲回馈的感觉，因为希望可以做到 SDGs 的，可以让附近的小朋友也可以有教育性质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就会设计就是让他一日渔夫的体验日，嘿。去穿上青蛙装海渔文里面捞鱼嘿，捕鱼，好，你有松蕊之后苗坤啊、皮坤啊，可以要怎么样用友善带鱼的方式，要怎么样去人道方式去杀鱼，友善杀鱼啊，然后料理完杀完鱼之后要怎么样去料理，手做的料理也可以，像我们店最有名的好运巧巧鱼，他们就可以做手做，自己捞的鱼，然后自己去做料理，用盐巴包起来之后，自己用食用色素来做彩绘，对，所以你的膏怎么粉析，就可以顺便上一些台湾鲷的由来，品种有哪些，那养殖环境，还有带回家要怎么去保鲜，要怎么样。到超市，同妈妈一偷的时阵你就要偷鲜，要看哪里呀？怎么保鲜法去做一个教育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教育这样子。真是这样，今日你会了解讲，要个食材可以用慢去对待佢，这样可以最尊重伊的生命，甚至讲唔会弄黑一个食材。因为生意呢讲有个清简单啊，你去超市买过来都好，模式有一个唔咩。种啊几好，都唔相似的，都弄起来睇嘅，系啊，万些都可以安尼搞技能，安尼几好呢？不过能头都讲嘅对象应该系同学校嘅合作嘛。假使讲系一般嘅家畜啦、家庭，人哋也可以参加一个教育嘛。有啊，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啊，像我们假日的时候都要办一些亲子团，也会公告在粉丝专页，所以很多我们固定的小朋友有撩过，有了参加过诶，每一次都报名真是哦。他们都等待我们的公告一抛上去，马上用抢的，其实名额很快就售完了，就一下就没了。所以讲，有个生物教育嘅部分，唔得能同學校嘅合作係固定嘅，推出有個家庭式嘅係冇固定嘅。安尼假使講。人家嗰度可以貼喺預約冇？做得啦，做得有很多這麼多的團體就是有的特別來啦，還是外地來的朋友想要體驗，只有身條就選老魚，7個老魚，然後體驗了食魚教育之後呢，董主條有啲食飯，食7個老魚，感覺唔會差呢。原來啊呢，除了唔能睇這個地方有攀岩的活動之外，呢還有同跟民農當地啦，有一個內部嘅團體合作。有嘅教育，甚至於講其他推廣在地文化嘅活動冇？有啊，就是有跟那個高雄田野農村協會就是在地的有學生人跟國發會他們，我們就有就是在地的部分有一些合作跟活動，像和食文化。
对，很嘛嘅发动啊。就是美浓其实很多溪流啊、河流啊，那利用河巴底边一条半年吼，名落也喊的嘛。爱的哈，但係我冇做過都做。研究就是有点回到以前的年代哈，去了解一些河食的部分、河流的食物的部分。我们就河巴河，然后食品的食，然后去研究啦，像河巴里边含的啊、田螺的啦，有的青蛙啦，好这些料理，还有满的啦，对。泥鳅啦，我们还有跟他们就是做一个不同的变化，就是一个新的料理这样子，就是来回味一下以前的我们河巴的河食文化。哇，谈讲咧，当蛮神奇呢，更加还有冇？有啊。是嗰就講想去參加，也係同人聯絡一下，也係有個機會可以參加一個活動。你其實你傳統可以辦很多嘅活動，係咩也有幾多嘅團體，也係講採體嘅單位啊。現在你傳統講，人來辦一個聚會啦，也得啊。因为俺哋传堂吼这么特别啦吼，因为俺哋不只是只有餐厅，俺哋可以到就是我们的餐厅吼有一片很大的草地，那后面就是大武山下的渔温很漂亮，就同埋讲颠覆一般的渔温的想象哦。渔温一般应该是欧洲洲有粗米，有这里小米，你唔敢靠近哦，俺哋这里要这么强，冲梯怎么抬，有的韦斯牌车距啦，好一些团体啦，也嘛，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很大的空地，茶都得是你来，按演车距吼，来是一列翻，演那茶毛是凶的呀，茶毛是完美照呢，所以哈，演那茶就死下来，的渔温旁边、草地旁边，是一列车子的完美照，或还可以用餐，就等于是一个聚集活动的办活动一个。在美浓最棒的一个场地啦。安尼听你看，你哋咧传统中嘅按酱油盘咧按到嘅发通又有好食嘅料理，银行嚟到鸦片啊，今日食了你哋咧新嘅料理之后，有冇嘅回馈冇？这么多银行吼，就在餐厅吃饭吼，就讲没有，来到美浓吼，嘛有按酱按闹的店面哦，嘛做的是客家菜、客家料理，是一个班呢，是一个台湾调，是一个客家炒肉，做的按优雅哦，冇相同呢，还演这么丰裕，有了美浓有点按酱的地方，又做的享用这边的环境啊，这么有无感体验，你有也在传堂按酱的店面，又按好吃的东西，又按。丰裕的心情，美浓一日游就值得了。系啊，就是讲有传统的味道，有新的感受。今日除了吃的料理，来参加我们的发通的民众咯，今日会讲，喺咩有嘅办的发通场次特色啊，也係講希望增加乜嘅項目有冇？有啊，就大家都大家一直在就是敲碗，希望有新的活动。我们就是虽然很忙碌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抽空时间，在一段时间就会办一些活动，让顾客来到美浓，除了吃好吃的餐点，又可以体验到很棒的食育教育的活动。你自家本身係行業再來係講，你哋員工也大部分係美濃當地人係行業嗎？全部都係哦，有客家人不過嘛有一些是那個大愛區的一個原住民的小朋友、學生、工讀生，對也因為他們是偏鄉嘛，那工作機會真的很少。那就是在大愛村那個地方都很多布農族的學生，那我的孩子也是念那邊的那個實驗小學，巴南花實驗小學，那我們就認識有一個機緣認識在地的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們，也都這麼上忙哦，雖然是偏鄉其實大愛園區30到美濃大概是20分鐘時間，也不會太遠。那他們都很願意來我哋餐廳來做學習。對對對。嗰時講今日來到鴉片，唔單止還可以工作，甚至於講今日還因為安尼去接觸其他客家嘅文化，錯冇？係對。因為看到你哋還會不時播嘅短影片，錄嘅短的樣片，然後講你哋自家工作嘅經歷，甚至於講你哋好嘛嘅，真歡喜，真鬧人呢。係，因為雅你就時下最流行就是拍短視頻嘛，那你就說我們要帶頭做啊，我們就是要有創新啊，美濃的餐廳一樣可以做得很棒，那我們就做很短的影片，拍一些日常生活，因為咪咪恰
泡火锅啦、泡食的啦来吃饭哦。他讲唔上来呢，就很无聊啊，每天都拍一样的，我们就另类的拍法，明明周生啊呢，工作的日常。那我们在打扫的日常，用诶老五诶，啊用诶一九五诶，一些日常，观众很喜欢看诶，粉丝很喜欢，对。因为这加油安呢，唔单单认识是的，也可以认识一个文化、一个产业，错冇？哎呀，大家都最喜欢看到种样片啦吼。观众朋友，根本你听你的故事係咪可以精彩？唔单单有好食的料理哦，甚至于讲，人可以了解一件点的哦，可以唔单单係推出料理，甚至于讲可以慢慢的影响到一个地方、一个文化哦。根本你再一次感谢田力吼，带来安精彩故事，从安好食的料理哦，多谢哦。谢谢主持人高飞，也谢谢各位观众。那希望大家来闽农寮一定要来里长台湾寮吃吃看我们的里长好客锅，会让你有不同的颠覆你的想象，最时尚的客家菜。好哦，安尼我们出去了之前，行去听听我们先生来运动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建来嘅节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